間屋明明日日清潔，人工都年年加，但個銀行戶口就係唔多唔少停喺嗰個數。你可能話係市道唔好啫，但我想問你，你有冇望過你屋企電視櫃嗰幾部範圍擺緊啲咩？我識一個入過成1000間屋嘅風水師，佢有個習慣，入屋唔會即刻睇坐向，佢會先行到電視機前面望一望，因為客廳係一間屋嘅氣口，而電視櫃正正係最多人堆雜物又最少人認真檢視嘅一個位。佢同我講過一句嘢，我到而家都仲記得。你想知一個人過得好唔好，唔使問佢，睇佢屋企個電視櫃就知。呢句嘢我一開始覺得誇張，後尾睇得多先發現原來真係咁。今日呢條片我唔同你講吉凶，我同你拆一樣嘢。點解有啲屋企越住越順，有啲越住越悶？答案可能就企喺你電視機隔籬。4樣嘢入面，10個人入面9個人間屋電視櫃上面一定擺緊一盤嘢，發財樹又好，富貴竹又好，或者純粹係朋友執笠送嘅一盤什麼什麼旺字命名嘅植物。問題唔喺你有冇擺，問題喺佢而家仲生唔生猛。我認識一個風水師朋友，佢入屋做嘢有個習慣，唔使你帶路，佢自己會行去電視櫃前面，伸手撥一撥嗰盤植物嘅葉。有次我問佢做咩，佢淡淡講咗句：一間屋入面最誠實嘅嘢唔係風水羅盤，係嗰盤你唔捨得掉嘅枯樹。我當時冇太上心，直到後尾我先明白呢句嘢背後嘅重量。你以為植物係用嚟添生氣，但一盤枯咗都仲企喺度嘅植物，佢已經唔再代表生機，佢代表嘅係你明知衰咗都唔肯認。呢句可能重咗少少，你慢慢消化。藏經入面郭璞寫過一句：氣成風則散，界水則止。原本講嘅係藏穴選址，氣一遇風就散，遇水先止得住。但你將呢句放落屋企，道理其實一樣。氣場從來唔會靜止不動，佢一直流緊。而一樣死氣沉沉嘅嘢擺喺你最當眼嘅位置，佢就好似個漏斗，慢慢將你屋企聚緊嘅嘢一啲一啲漏走。你可以諗象一下，一間屋入面嘅氣場好似一杯滿水，你想佢保持滿，就要不斷有新水入嚟。但如果有一個漏斗喺度不停漏水，你注入幾多新水都追唔上流失嘅速度。我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心諗，咁我擺盤假花得唔得？反正唔會枯，唔得，而且更差。假花假草連曾經生猛過都冇，佢由頭到尾都係死氣，只不過佢唔會衰，所以你更加唔會記得掉佢。真花會提醒你，佢枯咗你會心痛，會記得處理。假花唔會俾你呢種提醒，佢企喺度10年都唔會變，你亦都會10年都唔為意。呢種唔為意先係最危險嘅地方。時間線拉遠少少，3000幾年前，古人葬先人最忌諱嘅就係月前草木凋零，認為代表後代運勢中斷，所以一定要揀草木茂盛之地。呢個邏輯去到宋代，蘇州園林匠人日日巡園，枯枝即刻剪，唔係為咗靚，係因為佢哋深信枯木對殺，主家則衰。跳返近少少，九龍城寨拆遷之前，老街坊都記得城寨嗰種密不透風嘅生活，啲天台屋、板間房最多人擺嘅其實唔係真花，係隨手插喺樽入面嘅塑膠假花。你估點解？因為嗰個年代大家連買盤真花嘅心機嘅時間都冇。有風水師後來分析，城寨最後嗰幾年唔少住戶運勢長期停滯，同呢種死物當裝飾嘅生活習慣無關係。好，講返而家，阿明38歲，住喺沙田某條村做保險經紀，佢屋企電視櫃上面
擺咗盆發財樹，呢盆發財樹已經枯咗成半年，葉全部變咗啡色，一撞就跌。佢自己都知，但佢成日講等陣得閒先換個盆新嘅。半年過去，呢半年入面佢單幾乎開唔到，佢自己都講唔出個所以然，只知道成個人悶悶地，做嘢冇勁。我問阿明，你有幾耐冇留意過嗰盆樹？佢諗咗好耐先答，大概由佢開始變黃嗰陣就冇再留意，即係話佢已經對住一盆枯樹生活咗成半年，而佢自己完全冇為意。你話係咪巧合？我唔敢講，一定唔係。但呢種當眼位擺死氣嘅格局，喺風水角度嚟講，確實係典型嘅耗氣局。而更值得諗嘅係，阿明由半年前等陣先換，拖到而家仍然係等陣先換。呢個等陣，你覺得佢等緊啲乜？就好似你間屋嗰部老風扇壞咗都唔捨得掉，插住喺牆角。你知佢唔會再轉，但佢企喺度佔咗個位置，你間屋嘅氣場都要分一分神去經過佢。呢度個邏輯講白啲就係咁，一條線擺放位置決定你視覺停留幾耐，視覺停留決定潛意識吸收幾多信號，而呢個信號慢慢就變成你對屋企嘅期望值。你每日行過一件死氣嘢，你個腦會不自覺記低，呢度係停滯嘅，日子耐咗，你自己都唔會為意。你對生活嘅期望原來已經悄悄調低咗，唔係你屋企風水唔好，係你連自己都唔想再望嗰盆植物。而家請你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：旺氣加身。呢唔單止係一個願望，更加係一份向天地發出嘅氣場宣言。當你打低呢4個字，你就係喺宣告自己願意由今日開始唔再對屋企嘅衰氣視而不見。但呢度有一個更隱秘嘅真相，枯萎植物只不過係4樣嘢入面最容易睇出嚟嘅一種。下一樣唔單止唔容易睇出，佢仲會主動挑機。陳太同我講呢件事嘅時候，語氣好輕，輕到我差啲以為佢講緊一件小事。我哋呢排成日為啲芝麻綠豆嘅嘢嗌交。佢話上個禮拜為咗邊個冇冚反牙膏蓋，拗咗成粒鐘。我問佢：你哋通常喺屋企邊度嗌？佢諗咗一陣，梳化度，次次都係。我當時冇即刻答佢，因為我留意到佢背後電視櫃上面擺咗一座朋友送嘅金屬擺設，三角形，稜角好銳利，斜斜咁啱啱好指向佢哋平時坐嗰張梳化。好多人以為擺風水擺件就可以旺財旺運，睇落有型就得。風水師從來唔係咁教，真相係形狀本身就係一種能量語言，而呢種語言好多時講緊嘅嘢同你以為嘅完全相反。地理五缺講龍、月、沙、水向五要素，當中沙呢一環專門講環境形勢對氣場嘅影響。古人將尖銳嘅山形叫做探頭沙、尖角沙，認為呢種形狀會帶來是非同傷害。呢個就係話風水唔單止睇你擺咩，更加睇你擺嘅嘢外形係點。尖角向人喺古人眼中就好似一支箭，靜靜咁指住你。諸葛亮當年為劉備睇隆中一帶山勢，先睇嘅唔係穴位，係四周山巒嘅走勢。尖削嘅山峰對住聚居地，古人認為主兵禍口舌，圓潤嘅山形先係藏風聚氣之地。呢套邏輯歷朝歷代嘅風水師都反覆驗證。你可以話佢係迷信，但佢背後其實係一套觀察咗幾千年嘅環境心理學。你諗下，如果你日日出門望到嘅第一樣嘢係一座尖削嘅山，同你日日出門望到嘅係一片圓渾嘅山丘，你個人嘅心情會唔會有分別？幾百年之後，中環老一輩香港人成日講中銀大廈當年落成，坊間就傳出
三角刀鋒對住匯豐，呢個講法具體準唔準？冇人考證得到。但你會發現呢個故事之所以流傳幾十年都冇斷過，正正因為香港人對尖閣、對殺呢件事有一種共同嘅默契同直覺。你唔使識風水，你都會覺得一件帶尖閣嘅嘢指住你唔多舒服。呢種唔舒服係人類共通嘅本能。你個身體比你個腦反應快得多。而家講返陳太，40幾歲，住喺太子一帶嘅唐樓，同老公做小生意，近半年同老公嗌交嘅次數明顯多咗，而每次嗌交嘅位置幾乎都係嗰張梳化。我唔會話呢件金屬擺設就係佢哋所有問題嘅根源。夫妻相處當然仲有好多層面，但我想問你一件事，你有冇發現你成日坐嘅嗰個位係咪一直被啲乜嘢指住？就好似辦公室入面總有啲人張台擺咗一支筆筒，啲筆全部尖端朝外指人，你未必留意，但你有冇發現坐喺佢對面嗰個位離職率特別高？呢啲例子你未必即刻信，但你不妨諗返自己有冇試過喺某個位置坐低，就係莫名唔多舒服，又講唔出原因。尖銳形狀會帶嚟一種視覺壓迫感，呢種壓迫感長期存在，神經系統就會處於一種持續緊張狀態，而緊張狀態會拉低一個人嘅情緒臨界點。講白啲，你未必意識到，但你個人成日坐喺被指住嘅位置，潛意識入面已經長期處於輕微戒備。人喺緊張狀態下，忍耐力自然低，一件小事都可能變成導火線。我停一停，俾你自己諗一下，你屋企有冇一樣嘢係帶尖角、帶刺或者造型帶攻擊性？可能係一把擺喺電視櫃嘅裝飾劍，可能係一座稜角分明嘅雕塑，又或者純粹你部電視機嘅稜角啱啱好正對住你成日坐嗰個位。唔係你老公脾氣差咗，係你哋成日坐嘅位置一直被一樣嘢指住。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唔使答我，答自己就好。你間屋入面有冇一樣嘢一直斜斜指住你平時坐嗰個位？如果你都試過呢種感覺，喺留言區話我知，我會睇每一個留言。陳太之後有冇搬走嗰座金屬擺設我唔知，但我知佢臨走前問我嘅最後一句係咪掉咗就冇事？我冇即刻答佢，因為答案唔止咁簡單。真正會令你福氣一直漏嘅嘢，原來仲有一樣，佢喺你唔為意嘅時候已經碎咗好耐。鏡係咪一定要圓、一定要方先算靚？我諗過呢個問題好耐，後尾發現唔緊要，圓定方緊要嘅係佢完唔完整。阿健間士多喺深水埗一棟舊唐樓地下，我第一次入去，佢沖緊奶茶，沖得幾靚，糊嘴嗰下手勢好穩。鋪頭唔大，但執得幾整齊，啲罐頭擺到成行成列，連餐牌都用返啲手寫字，幾有人情味。但我望到佢收銀機旁邊掛咗一面鏡，用嚟望住鋪面，方便合理。只不過嗰面鏡右上角崩咗一小塊，大概2隻手指咁大，得個角啫，唔緊要嘅。阿健話沖奶茶都冇停，我冇再講，繼續同佢傾生意點啫。我問就係唔多順，佢答冇再講落去。呢種唔多順你識唔識？唔係大跌，唔係破產，係一種慢慢磨緊你嘅講唔出個所以然嘅停滯感。你會歸咎於市道，歸咎於人流，歸咎於一切你控制唔到嘅因素，但你未必會諗到你日日望住嗰面裂咗嘅鏡。我想同你講一樣嘢，可能你未必即刻信。風水入面，鏡子從來唔只係照下自己靚唔靚咁簡單，佢係聚光納氣嘅物件，佢會將周圍嘅氣場反射放大。一面完整嘅鏡聚氣，一面裂咗崩咗角嘅鏡反射出嚟嘅已經唔再係完整嘅氣場，而
而係一種散亂破碎嘅信號。青囊經有一句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呢句本身講緊天地各有其位，萬物各有其序。你可能覺得呢句同鏡有咩關係？我諗咗好耐，先明白呢句嘢講嘅其實係完整呢件事本身嘅重要性。一樣嘢完整先算歸位，一樣嘢破咗，佢就已經離開咗自己應有嘅秩序，能量出咗個缺口。鏡係最容易睇出呢種缺口嘅物件，因為佢本身就係用嚟反射嘅，佢破咗佢反射出嚟嘅缺口，你日日見，日日俾佢提醒一次。講返歷史，我唔想拖太長。曾國藩重修祖墳嗰陣，族人記低佢反覆叮囑一句嘢：墳前石碑石獅，但凡有崩損，即刻修補，唔可以將就。有歷史學者分析，陳家後來能幾代人才輩出，同呢種對完整嘅執着無關係。跳到近代，天水圍啲人叫佢悲情城市，樓與樓之間間距窄，不少單位對住其他座數嘅牆身反光，加上早年唔少屋苑外牆玻璃老化崩損，未及時維修。有風水師講，呢種破而不聚嘅氣場氛圍一直喺度累積。我唔知呢個講法有幾科學，但我知道一個地方嘅名聲往往唔係憑空嚟嘅。返去阿健度，我問佢呢面鏡掛咗幾耐？2年啦，崩咗都成2年。2年同佢間鋪反反复复嘅2年啱啱重疊。我唔敢講呢就係因果關係，但我可以話你知一樣嘢，你部手機個屏幕裂咗一條痕，你成日睇住嗰條裂痕，你都會覺得成部機用得唔暢順。就算功能其實完全冇受影響，呢種感覺唔係迷信，係人類對完整呢件事與生俱來嘅敏感。其實唔止手機，你間屋入面可能有唔止一樣嘢係咁：一張崩咗角嘅餐桌，一個甩咗漆嘅衣櫃門，一部有裂痕嘅窗。呢啲嘢你未必逐樣都記得，但你間屋成體嘅感覺係由呢啲細節一點一點堆砌出嚟。破損物品令你視覺上感覺唔完整，呢種唔完整感會滲透落你潛意識，變成一種持續嘅損耗感。久而久之，你對自己嘅決定都會開始猶豫。你可以試下自己屋企做個小實驗，望下你間屋有冇一樣嘢係崩咗，你一直冇修補嘅。可能係一個杯，可能係一塊地磚。望到嗰一刻，你有冇一種原來仲喺度嘅感覺？呢種感覺就係缺口一直提醒緊你，唔係你間鋪風水差，係你一直用一面裂咗嘅鏡望住自己嘅生意。阿健後尾有冇換鏡？我唔知，我只知道佢送我走嗰陣望咗一眼嗰面鏡，冇講嘢。我諗佢自己心入面已經有答案，但破損都仲唔係最傷嘅一樣。真正會令你預補預漏嘅第4樣嘢，先係全片最大嘅反轉。而呢樣嘢幾乎每個香港人都以為佢係用嚟旺財嘅。我知你而家心入面有個疑問，魚缸唔係應該旺財咩？邊個話我知？風水唔係成日教人財位擺水，呢個正正就係全香港最多人信錯咗嘅一句嘢。我唔轉彎抹角，直接講結論先。水確實同財運有關，但從來唔係有水就旺咁簡單。審視玄空學、飛星派理論嘅權威來源，成個體系嘅核心講緊一句嘢：山管人丁，水管財。但呢句嘢背後仲有一個前提，好多人選擇性咁唔記得水要合局。合局即係話水嘅位置朝向要同屋主命卦、屋企坐向精準配合。擺錯位置嘅水唔單止唔旺，反而變成蝕局，即係漏財局。我講呢啲唔係想你即刻去請一個風水師入屋
道羅盤。你可以先由最簡單嘅原則做起，唔好將水同火擺得太近，唔好將會喐嘅嘢擺喺你最需要專注嘅位置。呢啲原則唔使專業知識都做得到。你識唔識分催財同破財？好多人唔識，分別只喺一線之差，而呢一線90%香港人屋企都踩咗過去。呢一線分得幾細，細到你擺魚缸個方向如果偏咗少少，已經由催財變咗蝕局。呢個唔係我誇張，係風水師傅入屋勘察嗰陣最花時間嘅一步，往往就係到呢個角度。點解會踩過去？因為電視櫃隔離幾乎係全香港最多人擺魚缸嘅位置，順手當眼，睇落又靚。但你有冇諗過，電視機五行屬火，客廳係一屋之中氣場最活躍嘅位置，而魚缸擺喺電視機隔離甚至正下方，就形成水火緊貼嘅格局。水克火，五行入面本身已經係相克，關係長期水火相輪，唔單止唔會互補，反而令氣場持續內耗，好似兩股力量日日拉扯。你可能話咁熱鬧啲咪幾好，魚游嚟游去，水聲潺潺，幾有生氣。易經講萬物講求相生相合，相克嘅格局就算表面睇落熱鬧，實際上係一種持續損耗嘅假象。熱鬧唔等於健康。你有冇見過一啲人日日忙到癲，但成年都賺唔到錢？忙唔等於有效，魚缸都一樣凍，唔等於旺。邵逸夫當年選清水灣設電視城，業界流傳佢特別重視水局朝向，堅持水要環抱，而唔可以直衝電視城正門。呢一套講究同水要合局，一脈相承。重點從來唔係有冇水，係水點樣流，朝邊度流。而家你屋企個魚缸，你有冇諗過佢流嘅方向同你間屋坐向係咪相配？我估90%人答唔出，因為好多人擺魚缸由頭到尾就係順手同靚兩個考慮。我講一個好短嘅例子，你唔使記個名。旺角一間開咗20年嘅茶餐廳，收銀台隔離養咗個大魚缸，養到成群。老闆娘信足魚缸旺財，但呢幾年生意反而每況愈下。有風水師入去一眼就睇出問題，魚缸正正擺喺收銀台同電視機之間，水火相沖，加上流水聲長期喺收銀位附近。老闆娘自己講，成日埋數埋到一半就心散，好多時計錯數。我問過老闆娘，佢有冇諗過換個位擺？佢搖頭話已經擺咗咁多年，魚都養熟晒，搬佢做咩？你會唔會都係咁？一樣嘢擺得耐咗，你就唔會再諗佢啱唔啱，只會諗佢慣唔慣。就咁多。呢個例子唔需要更多細節，因為佢想講嘅嘢已經講完。你以為你擺咗一樣催財嘅嘢，其實你擺咗一樣分散你專注力嘅嘢。流水聲本身有一種令人心散嘅特質。你有冇試過喺瀑布或者溪澗旁邊諗正經事，諗極都諗唔出個結論？唔係你蠢，係流水聲嘅頻率本身就會牽引你嘅注意力，令你難以持續專注。長期喺財位或者決策位附近有流水聲，埋數出錯，決策猶豫，都可能同呢個有關。水火相輪，令氣場持續內耗。氣場內耗分散你嘅專注力，專注力被分散，你嘅判斷力就開始漂移。唔係你唔夠旺，係你一直用一樣應該旺嘅嘢去內耗自己。我知呢張可能推翻咗你成日以為嘅嘢，可能你而家心入面有少少唔舒服，冇所謂。呢個正正係我想同你講嘅真相。有時候就係會推翻你一直深信嘅嘢。而家請你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：財運亨通。當你打低呢4個字嘅時候，你唔係祈求多一樣嘢，你係提醒自己，催旺唔係靠擺多樣嘢，而係靠擺對位置。
4樣嘢講完，但你心入面應該仲有一個問題未解開咁，到底應該點做？講到呢度，可能你已經喺屋企四圍望緊枯咗嘅盆栽、尖角嘅擺件、崩咗嘅鏡、擺錯位嘅魚缸。我想你停一停，因為如果你而家心入面諗緊嘅係我要即刻掉晒佢，咁我要同你講一句，可能掃興嘅話，清完唔等於旺，清理只不過係第一步。好多人做到呢步就以為完咗事，然後等運到，等極都唔到，佢哋就會話風水都係呃人嘅，唔係風水呃人，係你以為呢件事係一次性嘅。李嘉誠長江中心選址，坊間流傳一個講法，佢當年揀呢塊地唔單止睇朝向，更加重視嘅係周邊環境嘅整潔度同流通性。呢句嘢我想你記住嘅唔係邊度旺，而係整潔度3個字，因為呢3個字先係你日日做得到嘅嘢。風水朝向你改變唔到，間屋起咗喺邊就係喺邊，但係整潔你每一日都可以選擇。將軍澳當年發展新市鎮，規劃師刻意用背山面海格局，依山而建，面向海景，呢種格局本身已經係風水入面最經典嘅藏風聚氣配置。但你有冇留意呢10幾年將軍澳唔少屋苑仲會定期搞清潔日、斷捨離活動？好嘅格局只係基礎，真正令氣場持續興旺嘅係居住嘅人有冇日日維持屋企整潔流通。我講呢句嘢嘅時候，其實都係講緊我自己。我都試過間屋擺到幾靚，過多2個月又開始亂翻晒。風水從來唔係一次裝修就搞掂嘅嘢，佢係一個持續嘅習慣。就好似你減肥，唔會因為跑咗一次步就永遠瘦落去，你都要不斷維持。我認識一家人喺元朗一條村，祖屋傳咗3代，3年前佢哋下定決心翻新，唔單止執走成屋啲舊雜物、破損家具，連電視櫃嗰幾樣死氣嘢都一併清走，換成簡單綠植同圓角木製家具。翻新之後嗰1年，佢哋屋企接連有幾單好事。我唔想將呢件事講到好神奇，因為佢哋自己都話，我唔敢講一定係風水嘅關係，但係屋企確實由嗰陣開始，成個感覺變得舒服好多。我問過阿玲，佢哋而家仲有冇定期執屋？佢笑話依家養成咗習慣，1個禮拜總要執一次，唔執反而唔安樂。呢個先係我想你記住嘅重點。由一次翻新變成一種習慣，先算真正做到。舒服先係一切嘅開始。你屋企舒唔舒服，你行入去嗰一刻，你自己一定感覺得到。呢個感覺從來唔騙人。我建議你可以試下，由今日開始，每個禮拜揀一日，唔使好長時間，10分鐘就夠，行一轉屋企，望下有冇枯咗嘅嘢、崩咗嘅嘢、堆積成嶺嘅嘢。你唔使即刻做晒，你只需要留意到已經係改變嘅開始。好，我而家將呢4張嘅嘢濃縮反成一個你隨時可以用嘅框架。枯萎代表停滯，尖角代表衝突，破損代表損耗，水火相沖代表內耗。4種格局背後其實指向同一個原則，氣場需要流通、完整、平衡。你唔需要成為風水專家，你只需要學識用呢個框架去檢視自己屋企呢件嘢係咪令氣場停滯，呢件嘢係咪令氣場衝突，呢件嘢係咪令氣場破損，呢件嘢係咪令氣場內耗。4條問題你隨時可以問自己一次，你會發現呢4條問題唔單止可以問屋企，你都可以問返自己嘅生活，你嘅工作有冇令你停滯嘅嘢，你嘅人際關係有冇令你衝突嘅位。風水改變唔到命，但佢可以改變你每日行入屋嗰一刻嘅心情。我停喺呢度，唔再加落去，因為呢句嘢我諗已經足夠重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心入面有啲觸動，
喺留言區留低一個一，代表你決定由今日開始檢查一次自己電視櫃隔離嘅擺設，每一個一都係你決定改變自己氣場嘅一個見證。睇清楚問題唔係終點，知道點化解先係。但清完殺氣之後，仲有一樣嘢，好多人一直忽略。香港山多平地少，古代風水講究嘅藏風聚氣喺呢座城市入面，由一開始就要打折扣。你住30樓，嚴格嚟講，古代風水嘅龍穴沙水向幫唔到你幾多。你身處高空，腳下冇實地，四周冇山勢可依，呢個係香港幾乎每一個人都要面對嘅現實。你唔可能因為想要好風水就搬去住平房，你要做嘅係喺呢個先天條件之下，反一套屬於自己嘅風水邏輯。呢件事我諗咗好耐，後尾我諗通咗一樣嘢，屋外嘅山水你改變唔到，但屋入面嗰盆植物、嗰件擺設、嗰面鏡、嗰個魚缸擺喺邊，永遠係你自己嘅決定。呢個或者先係香港人特有嘅一種風水智慧。我哋冇得揀屋外嘅山水，但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喺屋入面造反自己嘅風水師。香港人冇得靠山水，所以慢慢學識咗一樣更加實際嘅嘢，講屋內風水的天水有一句話，流傳好廣，陰陽順逆之機，須知其消息。命理格局要識睇，消長起伏，運勢從來唔係一條直線。你屋企嘅氣場都一樣，唔會一次執拾就永遠旺到盡，但佢都唔會一次擺錯就永遠衰到底。我講到呢度，想反轉頭問反你嘅，唔係你信唔信風水，而係你今日有冇認真望過自己屋企一眼？好多人一日入屋出屋10幾次，但真正停低望一望嘅時間加埋都未必夠1分鐘。你可以試下今晚返到屋企，俾自己1分鐘，唔使做嘢，淨係望呢6張由枯咗嘅植物，講到指住你嘅尖角，講到裂咗嘅鏡，講到水火相沖嘅魚缸，再講到點樣清點樣收。我冇同你講過一次，你一定會點點點，因為我唔可以咁講。風水由頭到尾都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因素，真正決定你屋企係咪愈住愈舒服嘅，始終係你自己。如果你而家仲喺屋企而已經夜咗，不妨行出你個客廳，企喺電視機前面，靜靜咁望一望，窗外可能有霓虹燈反光，樓下可能仲有車聲，但你間屋入面係咪一個你想留低嘅地方？你未必要即刻掉走邊樣嘢，你只需要問自己一句：呢度係咪我想每日行翻嚟嘅地方？氣場由你行翻嚟嗰刻開始